大家好，我是罗胜彪，我是黄欣怡，我是黄明川。那今天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个议题，就是历代达赖尊者和多杰雄登的关系。有人这样指控说，历代达赖尊者和多杰雄登他们的关系是水火不容的。那多杰雄登呢，就是一位生生世世与达赖尊者作对，甚至有意杀害达赖尊者的一个邪灵。那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历史是不是这样记载的呢？让我们今天来探讨。那我们要说到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就不得不提到两位人物。第一位就是五世达赖尊者，第二位就是杜固扎巴坚赞那么一位大师。那因为五世达赖尊者的时代呢，也就是多杰雄登护法出现的时代，而多杰雄登护法的前身呢，就是杜固扎巴坚赞。那五世达赖尊者呢，他的名字叫雅旺罗桑嘉措，他是由第四世班禅喇嘛洛桑确吉坚赞所认证为五世达赖尊者的。那他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大师。那杜固扎巴坚赞呢，跟他就是金刚兄弟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们一同在四世班禅的座下学习佛法。那杜固扎巴坚赞呢，他本身呢也是有很显赫的一个转世系谱，其中就包括了释迦牟尼佛时代的须摩提女玛嘎达藏欧、大成就者比瓦巴、藏王次松德赞、大成就者那罗巴、热罗多吉扎译师、罗丁舍拉译师、萨迦班智达、布顿仁钦珠、宗喀巴大师八大弟子之一持律主扎巴坚赞，还有班禅索南扎巴。那在遴选五世达赖尊者的人选的时候呢，转世灵童的时候呢，杜固扎巴坚赞甚至是其中一位被考虑的候选人之一。所以呢，这就代表了杜固扎巴坚赞他的正量跟五世达赖是平起平坐的。所以他们这么一个良好的金刚兄弟的一个关系，为什么会演变成最终对立、互相对立的一个关系呢？你能跟大家说一说吗？那么由于杜固扎巴坚赞的修行高深然后佛法知识也很渊博，因此呢，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追随者也越来越多，其弟子呢更是遍布西藏、中国还有蒙古各地的。那这就造成了五世达赖尊者的追随者开始对杜固扎巴坚赞产生了一些嫉妒心。当时呢，杜固扎巴坚赞更被视为是导致第五世达赖尊者黯然失色的罪魁祸首。那因为妒忌和担忧，这个杜固扎巴坚赞会取代第五世达赖尊者的地位，那他的师承们呢便开始计划谋杀杜固扎巴坚赞。那当时呢，第五世达赖尊者的管家也是德斯索南群培，就跟一些其他的侍臣们就决定要去除杜固扎巴坚赞所带来的隐患的最好方法就是把他给杀死，而最后他们的计划也得逞了。就在杜固扎巴坚赞被杀害之后呢，在他的涂皮仪式上，涂皮所用的柴火一直没有办法被烧起来。就正当大家都觉得非常困惑的时候呢，第五世达赖尊者才发觉，其实杜固扎巴坚赞并不是病死的，而是被自己的管家杀害。他也因此为此事感觉到后悔与懊恼不已，然后他就为杜固扎巴坚赞写了一篇道歉文。这篇道歉文在涂皮现场念出来之后呢，他的柴火才顺利被烧了起来。其实杜固扎巴坚赞和第五世达赖尊者都是第四世班禅喇嘛的弟子，他们两个人关系密切，他们不只会也互相讨论佛法，还会互相给予对方灌顶。然后第五世达赖尊者听闻杜固扎巴坚赞生病的时候呢，都一直想要去探望他，然后给予他密许灌顶。只是基于他自己的管家，也是杀害杜固扎巴坚赞的管家阻止之下，他才没有前行。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杜固扎巴坚赞和第五世达赖尊者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就在杜固扎巴坚赞他圆寂之后呢，他就划线成了多杰雄登护法。那当时呢，藏地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灾难，人们就以为这是多杰雄登护法，就是他是一个厉鬼带来的这个灾难。其实呢不是的，是因为杜固扎巴坚赞他是一位修行非常高深的一位大师，他能够为众生带来很大的利益，就是因为他被杀害了，所以这个能带给众生的利益突然被终止，所以呢，这个造成的恶业就非常大，结果呢就造成
藏地的这些种种的这些灾难，这才是真正的原因。那这个五世达赖尊者呢，当时呢也误认为，都古扎巴金赞圆寂后所化现成为的多杰雄登护法是一个邪灵，而不是佛教护法，所以呢，他就连同其他宗派的上师，一同在布达拉宫下面举办很多法事，比如说回遮、火供等等法会，想要摧毁多杰雄登这只厉鬼，想要降服他，但是都没有成功。后来呢，五世达赖尊者呢才发觉，其实呢，多杰雄登是一位佛教护法，而不是厉鬼，所以呢，他感觉到非常后悔，于是呢，他就做了3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一件呢，就是他为多杰雄登写了一篇礼赞文。这篇礼赞文呢，至今呢还就是收录在这个印度甘托克西金藏学研究中心的五世达赖喇嘛著作集松木里面。那第二件事呢，就是他亲手制作了多杰雄登的这个圣像，至今呢供奉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市的这个佩杰林寺里面。那第三件事呢，就是他资助，然后指示建立这个多杰雄登护法殿，在拉萨市八廓街那边，都古扎巴坚站图皮的那个地点建立这个护法殿，供奉给这个多杰雄登护法，以表示他的歉意。那由此可见呢，五世达赖尊者跟都古扎巴坚赞的关系是非常良好的。在都古扎巴坚赞在世时呢，他们会经常互相研究，并且讨论佛法，还会互相赞叹，随喜对方的佛法事业。那真正搞破坏的、制造矛盾的，还有进行谋杀的，其实都是第五世达赖尊者的侍臣们。那五世达赖尊者其实当时是完全不知情的，也并没有参与此事。那后来呢，都古扎巴坚赞逝世，化身为多杰雄的护法后呢，就如你所说的，第五世达赖尊者呢，还为他建立了一个护法殿，撰写了一个礼赞文，还亲手制造了一个多杰雄登的佛像。那这一切都显示呢，五世达赖尊者和多杰雄登护法之间呢是不存在任何矛盾和对立的。所以说他们的关系恶劣，或者是他们会互相伤害，其实都是无稽之谈。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护法殿，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叫布旦康萨，也就是陀雷康萨。是的。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时代过后呢，我就看一看第13世达赖尊者的时代。第13世达赖尊者的时代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上师，他的名字叫至尊帕本嘎仁波切，而且他一直都受到第13世达赖尊者的器重。不过也是因为多杰雄登的关系呢，至尊帕本嘎仁波切被一小部分人说他其实是受到所谓的邪灵多杰雄登的怂恿，才会一直弘扬他的法门。不过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说法，因为帕本嘎仁波切是一个名望非常高的大德，而且他也是圣勒金刚续的主要传承祖师。当然，我们不能忘记的就是帕本嘎仁波切曾经也给过菩提道次第24天教授，而且非常多的追随者都来接受他的开示。如果这么说的话，帕本嘎仁波切他没有办法分辨出多杰雄登是邪灵还是真正的护法神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那刚才你所说的那个帕本嘎大师的他的24天菩提道次第教授呢，就是收录在这本叫做《掌中解脱》的书里面。这本书呢，就是帕本嘎大师他的弟子，也就是达赖尊者的上师至尊释迦仁波切所记录下来，然后结集下来写成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也是格鲁派几乎是所有格鲁派修行者必读的书，它是一个他们格鲁派行者能够依据，然后得到成就的一本书，甚至是其他宗派和其他的佛教徒都学习的一本书。所以，那么一个神圣的一本书，由一位那么神圣的大师帕本嘎大师所教授的，不可能同样的一位大师，却去传一个邪恶的多杰雄登的法门，对不对？所以呢，刚才就说到这个多杰雄登呢，被第五世达赖尊者和其他的高僧大德认为是邪灵，这个被世恶鬼，是一个邪魔。但是为什么就是
在过去的400年以内呢，5世达赖尊者到第13世达赖尊者到第14世达赖尊者，他们都无法用非常强大的藏传佛教的回遮法、火供法会去摧毁、去降服那么一只厉鬼，他们所谓的厉鬼，那不就是表示说显示那个魔的能力比佛还高吗？那如果魔的能力比佛还高的话，那我们还去修佛法干嘛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之中呢，只有一个解释，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多杰雄登护法，它根本就不是魔，而是已经证悟的佛。这样呢，所有任何的这个法事呢，才不能够对它有任何的这个作用，对它有任何的伤害，因为它不是魔，而是已经证悟的佛。那么根据一本关于第13世达赖尊者的一本传记呢，里边有提到第13世达赖尊者是如何医治多杰雄登的，才使得西藏在1932年的时期避免了一些战事危机。那郑辩知的多杰雄登护法呢，当时知道了敌方正在计划如何进入西藏，便降神于措摩格西仁波切的神谕，还有给了一些指示来避免悲剧发生。那听闻了此事后呢，第13世达赖尊者便立即有所行动。那为了让人民和藏地累积更多功德来保住家园呢，第13世达赖尊者的政府便开始向人民征税，然后将其税款呢用来修缮布达拉宫和宗喀巴大师的灵塔。这2个地方呢都是西藏最为神圣的2个圣地，所以修缮这2个圣地所累积的功德呢，自然是不计其数的。那因为累积了大量功德，作为一个整体，人民才得以保住西藏。后来呢，敌方因为一些内部问题，才将进入西藏的这个计划呢暂时搁一旁。那相关书籍呢，后来在1984年，在第14世达赖尊者办公室的批准下，被重新印刷500份。所以说完了第13世达赖尊者，现在我们就说到第14世达赖尊者。那第14世达赖尊者的2位经师呢，至尊林仁波切和至尊赤江仁波切呢，他们都是修多杰雄登的，而且呢，至尊赤江仁波切呢，他本身也是帕本嘎大师的弟子。帕本嘎大师我们也知道是多杰雄登的这个传承上师，所以呢，第14世达赖尊者呢，跟这个多杰雄登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第14世达赖尊者呢，在50年代的时候呢，他曾经拜访这个措摩格西仁波切的东喀寺，然后在那边呢，他就拜见了多杰雄登的神谕，然后他就非常赞叹，因为多杰雄登神谕的这个给予的预言非常的准确，所以他为这个多杰雄登写了一篇祈愿文，叫“无碍金刚因，文殊护主之具力护法”。那这个祈愿文当中呢，就有这么样的一个字眼，就是诸师护法中的总集之身，并祈求他赐予悉地。什么是悉地？悉地就是修行的成就。我们要知道，世间神或是厉鬼，他们根本就不会赐予悉地，赐予成就。他们最多能做的，也就是给予一些世间的帮助。所以，唯一能够给予悉地成就的，就只有是证悟的佛，对不对？而且这个呢，是第14世达赖尊者他亲自写的祈愿文，所以这显示呢，达赖尊者呢，他在5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里面呢，都在修多杰雄登护法，而且亲自写了这一个对多杰雄登的祈愿文，还称他为能够赐予悉地的一个证悟者，就代表其实达赖尊者他知道多杰雄登是一个已经证悟了的佛的一个境界的证悟者。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究竟多杰雄登护法是如何护持第14世达赖尊者，让他顺利离开西藏的。那1959年，多杰雄登护法护持达赖尊者离开西藏的这个事迹呢，再度印证了达赖尊者与雄登护法之间的亲近关系。有些人说呢，是乃雄护法给予达赖尊者离开西藏的道路上的一些指示。那其实呢，这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乃雄护法呢反而建议达赖尊者继续留在西藏。
那当时呢，堪书雅旺达巴仁波切奉迦杰赤江仁波切之命呢，一同与几位上师前去请示多杰雄登如何在这个危险时期确保达赖尊者的安全。那这件事呢，其实在迦杰赤江仁波切的自传里也有提到。当时呢，其实是达赖尊者亲自委托迦杰赤江仁波切呢，向多杰雄登护法请教相关事宜的。如果要说细节的话呢，当时多杰雄登降生的时候，他加持了一些护法米，然后交给罗桑耶喜，并吩咐在出逃的路上，如果遇到一些危急的事情，只要燃烧这个护法米，多杰雄登就会给予支持，然后帮他们去除障碍。多杰雄登也加持了一个叫普基的圣物，把它交给了那位堪书雅旺达巴仁波切对。普基其实是神谕手上所戴的手环，上面绣有3只眼睛，可以保护尊者他们逃离的路上一路无碍。然后呢，多杰雄登他也加持了一把剑，那把剑呢必须有一位名为多吉的人手上拿着，然后在前方往他们要逃走的方向挥动3次，就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于障碍。当然，那位多吉他也是护卫团的成员之一，他需要带领着整个团队离开西藏。然后呢，多吉雄登他也往南方发射了3支箭，就代表说尊者他们应该要用藏南的路线逃往印度。由此可见呢，那个多杰雄登的法力呢是非常强大的。对啊，然后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呢，在出逃的路上，达赖尊者他的背上都背着赤江仁波切的多杰雄登唐卡，可见多杰雄登在达赖尊者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还有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呢，护卫团成员曾经向我们分享过呢，在他们出逃的路上，当他们的天空出现了中国军方的飞机的时候，就会有一朵云在他们的上方挡着，让中国军队没有办法发现到他们。他们也可以非常的强烈感受到多杰雄登的护佑力量。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赤江仁波切，他也亲自挑选了一批来自色拉市邦拉康村的僧人作为护卫团成员。所以刚才你们2位所提到的那个细节呢，就收录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就是达赖尊者他的上师至尊赤江仁波切的自传，而且里头呢有这个第14世达赖尊者写的序，所以呢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内容都是可信的。所以呢，因为当时就是有多杰雄登护法的这个护佑跟指示呢，今天呢这个第14世达赖喇嘛就能够成功的逃离西藏，安全的抵达印度，并且呢从那边呢这个佛法呢就从那边弘扬到世界各个角落去饶益众生。在第14世达赖尊者时期呢，也出现了一个非常具争议性的课题，那就是多杰雄登的禁令。这个禁令是怎么来的呢？在1959年，达赖尊者逃离西藏到达印度之后呢，他曾经想向他的经师至尊赤江仁波切请求多杰雄登的唾命灌顶，不过却被乃琼护法制止了。乃琼护法说，如果达赖尊者修持多杰雄登法门，就会触怒他的护法神吉祥天母。不过这个东西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其实吉祥天母是妙音天女的化身，她的体性是一位完全正悟的佛。试想想，一个佛他已经没有了分别心，没有贪嗔痴，难道会因为达赖尊者修习多杰雄登的法门而被触怒呢？这是完全不合理的。那你刚才所说的乃琼护法到底它的体性是什么？它的由来是什么？乃琼护法呢，是莲花生大士他前往西藏弘扬佛法的时候呢，其中一个被降服的邪灵。他过后也向莲花生大士立誓，会成为佛教的护法。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至尊第14世达赖尊者的2位上师，至尊灵仁波切和至尊赤江仁波切，他们2位都是修持多杰雄登的大师。那现在就有一个重点要提出来，就是今天达赖尊者所传授的法门当中呢，有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十轮金刚的法门，还有叫做如意摩尼度母的法门。这个如意摩尼度母的法门呢，其实呢它是来自帕本阿大师的上师塔普莲华金刚所传下来的。那同样的，多杰雄登的法门呢，也是来自这位
塔普莲花金刚。所以呢，这么样说呢，如果我们说多杰雄登它是邪恶的一个护法，它一个邪恶的邪灵，那帕邦刚大师和塔普莲花金刚大师不就是破戒上师了吗？如果他们是破戒上师的话，他们传的法还能纯净吗？那他们传的法不纯净的话，那今天达赖尊者所传授的这个如意摩尼度母的这个法门，不就也是不纯净了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说多杰雄登护法是邪灵的这个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不合理的。不然的话呢，今天所有接受达赖尊者的这些教授和灌顶法门的人，都受到了污染的这个传承，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所以呢，这个种种的事件呢，就演变成了1996年的这个正式的多杰雄登的护法的禁令，由达赖尊者和藏人流亡政府所实施的这个禁令，所以这个禁令呢是不合法的。当时这个赤江仁波切在世的时候呢，他也跟人说过，就是当达赖尊者和多杰雄护法显示说两者对立的时候，不要对任何一方升起疑心。我们的理解是呢，他们这是证悟者他们的一个善巧方式，来让人更多人呢接触佛法。所以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第5世达赖尊者、第13世达赖尊者和第14世达赖尊者跟多杰雄登护法的关系。这种种证据、历史记载呢，都显示，所有历代的达赖尊者呢，跟多杰雄登的关系都是非常良好的，是没有所谓的对立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就在此恳请这个藏人流亡政府呢，立刻解除这个多杰雄登的禁令，让世界带来和平。谢谢大家。